Hello，呢條片同大家去分享關於我哋男女嘅感情關係。其實感情呢一樣嘢啦，係非常之錯綜複雜㗎，有煩冇有煩，尤其是係講緊我哋女命喺八字學上面，財同埋官分別咧就係代表對方嘅另一半，財就即係男士嘅桃花啦，佢嘅女朋友啦、妻子啦，咁官就代表女命嘅桃花姻緣丈夫男朋友，但係喺非常之大嘅程度上面啦，女命嘅感情會比較矛盾㗎，因為女命佢既怕官星唔嚟，但係又好驚呢個官星亂咁嚟嘅呢一種非常之矛盾嘅狀態。男命嘅另一半就係財星，財亦即係講緊你擁有嘅東西，而且係講緊你係有所付出，你要去追求去保護自己嘅私有財產。因此當雙方喺一齊嘅時候，女生們啦都會喜歡對方，亦即係男方啦，給予自己承諾而獲得更多嘅好感。所以對於男命而言，官殺其真正嘅意義更多嚟嘅就係男人嘅責任同埋擔當。拜拜。